韩国正青的查甫团体 BTS 呢，年底就要来到高雄开演唱会。这消息就是咧公布在地真侪饭店房间随客满，其中新兴区的一间饭店呢，又搁传出凊彩取消订房的代志。嘛，因为这间饭店伊进前嘛捌发生过一届，观光局稽查了后表示讲是这订房的网站系统的问题。 为着要看 BTS 在1月底伫高雄办的演唱会，民众早早就透过订饭店的网站甲房间订好势。不过最近看到网站寄来电子批，才知影房间已经互取消。业者一通电话都无，互民众是真生气。伫网络打文爱大家注意，想袂到煞有真侪网友闹鬼讲，家己订好的房间嘛去互取消啊！而且同款拢是高雄新兴区的这间饭店，有民众讲这款做法更唔通。 就是印象不好啦，因为毕竟我也是台北人，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影响到那个对这个地方的看法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之前不是第一次了，已经不是第一次。那这样心里的感官会很不好。 其实，同一间饭店伫1月底就捌发生同款的代志，无代无志就取消民众的订单，即卖又搁发生同款的状况。对此，饭店回应是订房网站系统的问题，饭店这边无收到订单，嘛无超卖状况，房间早就已经客满。观光局表示，经过稽查，饭店的房价拢符合规定，是订房网站系统无在调消偷大量的订单，才会刷刷传出有人互取消订单。后续会加强稽查，确保民众的权益。经查是今年1月底发生的事件。 本局在当时第一时间就已经前往该旅馆稽查房价，尚无超过被查房价。后续我们将持续紧盯，如果有违规情形，将依法裁处。除了房间无代无志互取消以外，也有民众反映月底大港开唱，高雄的饭店房价起甲伤悍。对此，观光局强调已经前往稽查，发现介绍拢有符合比在房价，无发现违规的状况。记者柯家族张用高雄场报道。